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貓貓研究所，我係阿貓。講起牛肉飯，大家會諗起邊間？係開到成行成市嘅吉野家，定係近年好進取、好多款揀嘅 Sukiya？但係呢，如果你經過佐敦，可能會見到一條長龍，排緊嘅就係2024年殺入香港嘅松屋。大家可能覺得松屋咪又係另一間賣牛肉飯嘅日式餐廳，有咩咁特別呢？但係你有冇諗過喺60年代嘅日本呢，將啲肉汁淋落飯度食，原來係一種好前衛、好破格嘅食法。而呢間年收入1500億日元嘅日本餐飲業巨頭，創辦人當年竟然係開中華料理起家。佢唔單止試過創業搞到執笠，仲曾經狠心拒絕過吉野家嘅高層職位邀請。最令人跌眼鏡嘅係呢間喺日本咁成功嘅公司，去到美國發展竟然連續蝕咗18年，最後要結業離場。今日阿貓就同大家拆解下松屋背後嘅故事。當你睇完之後，你會發現松屋係一間追求穩健多過盲目擴張嘅企業，就算步伐慢啲都唔介意。所以松屋係日本3大牛肉飯連鎖店之中咧，係最後一間進軍香港。大家好，我係阿貓，我係貓貓研究所嘅主持人。貓係充滿智慧又有靈性嘅動物，我會好似貓貓一樣，充滿好奇心，捐窿捐罅去揾一啲經典又精彩嘅商業故事，同埋令你有所得益嘅個人成長心得。如果你對呢啲內容都有興趣，就記得訂閱貓貓研究所啦。故事要由1941年講起。松屋嘅創辦人叫雅緝利夫，佢喺茨城縣北茨城市出世。佢屋企只係一個好普通嘅家庭，冇做生意嘅背景。佢同好多白手興家嘅老闆唔同啊，其實佢係一個不折不扣嘅讀書人，成績非常之優秀，畢業於日本名牌大學早稻田大學商學部。喺60年代嘅日本，大學生係天之驕子，畢業之後多數都係去大公司打工做白領。但雅緝利夫讀書嗰陣已經好有生意頭腦，佢靠做補習老師儲咗第一桶金。最有趣嘅係，佢當時見到喺東京有間中華料理店要執笠，佢用做補習儲翻嚟嘅錢，好平咁買咗人哋啲二手廚房設備，準備開佢自己嘅中華料理店。咁你可以睇到，佢當時並唔係因為好中意煮嘢食而創業，而係因為有便宜設備，覺得有得做。呢種節儉同埋務實嘅計算，可以話係注定咗佢之後做松屋嘅命運啦。1966年呢，雅緝利夫滿懷大志，喺東京都練馬區宇澤市呢開咗第一間鋪頭，叫做中華飯店松屋。大家留意，係中華飯店，唔係賣牛肉飯嘅。餐牌有拉麵、餃子、炸豬扒、大雜燴咁，結果點呢？慘淡收場。開業之後呢，一直都係冇生意，拍烏蠅。點解啊？因為佢揀錯位，佢開咗喺住宅區，啲人返工返學都唔經嗰度，邊有人流呢？呢次失敗咧，維持咗3年嘅，但係雅緝利夫冇放棄，反而佢喺呢段時間咧有咗3個好重要嘅覺悟。第一點，都一定要開喺人流多嘅商店街 ，Location is king。第二，佢開始瘋狂愛上咗吉野家，日日去偷師。第三咧，亦係最關鍵嘅一點咧，佢喺一本雜誌上面咧見到一樣新發明，叫做淋醬汁牛肉飯。等等先，大家可能會問：阿貓，牛肉飯本身就有汁噶啦，有咩咁新奇啊？其實喺1966年之前咧，牛檔或者叫牛肉飯同我哋而家食嘅好唔同。以前嘅牛肉飯係源自高級料理牛鍋，即係類似壽喜燒。通常係好正經咁將煮好嘅靚牛肉片鋪喺白飯上面。當時嘅主流食法係肉配飯，啲汁係用嚟調味，唔會多到浸住啲飯。對於當時嘅日本人嚟講咧，食牛肉飯咧係一種比較正經嘅正餐，甚至係一種小奢侈。點解話佢創新？有2個原因呢。第一，佢打破咗階級。以前食牛波係慢慢嘆嘅。但係呢種醬汁牛肉飯咧，唔使照得好辛苦，幾啖咧就可以吞落肚嘅。對於當時做勞動階層啦，
或者飲完酒想食宵夜暖胃嘅人嚟講咧，簡直係恩物。第二，效率極高，對老闆嚟講咧，唔使逐片肉鋪得好靚嘅，一殼淋落去咧就出得餐啦。呢個動作咧，將料理變做咗快餐。雅七利夫睇到呢一點，簡直好似發現新大陸咁。佢明白咗，原來只要將個醬汁做得好味，再配合吉野家嗰種品質管理，煮出好食嘅牛肉，就可以做到一種又便宜又快又好食嘅生意。於是1968年，佢同樣喺東京都練馬區，不過揾咗江古田市另一個喺車站旁邊嘅鋪位，開咗第一間松屋牛肉飯。佢學識咗煮醬汁嘅精髓，亦學識咗吉野家嘅高效率運作。有趣嘅係，因為佢做得太成功，吉野家嘅高層竟然留意到佢。咁當時咧，吉野家係行業老大哥，佢哋咧主動邀請雅七利夫加入吉野家，想佢成為管理階層。如果你係佢，你會點揀咧？當時咧，吉野家係大公司喎，而當時雅七利夫係一個曾經創業失敗嘅後生仔。今次創辦松屋都未知會唔會成功，佢最後拒絕咗。佢禮貌地推咗吉野家嘅邀請，佢同吉野家講：我實在受唔起，不敢當啊！其實佢心入邊諗緊嘅係，我要做就要做自己嘅味道，我要建立自己嘅牛肉飯帝國。就係呢一個決定，令日本飲食界多咗一個傳奇。如果當日佢應承咗，今日我哋就冇松屋食啦。咁雅七利夫拒絕咗吉野家，自己單打獨鬥，佢憑咩嘢贏呢？松屋最大嘅武器就係佢嘅三本柱策略：牛肉飯定食咖喱。當吉野家死守牛肉飯嘅時候，松屋一早睇穿咗大學生同單身男士唔係日日都想食牛肉飯，有時想食咖喱，有時想食燒肉定食。呢個策略咧，喺2004年咧救咗松屋一命。當時美國爆發瘋牛症，日本禁止美國牛肉進口。吉野家因為非常依賴美國牛肉，冇牛肉賣即刻停業，元氣大傷。但係松屋咧，佢哋好淡定，唔緊要，我哋仲有豬肉飯、有咖喱、有定食。結果吉野家停滯咗2年，冇牛肉飯供應，松屋就係咁搶佔市場啦，奠定咗今日御三家嘅地位。講咗咁多威水史咧，一定要講下松屋嘅失敗歷史。2005年咧，松屋雄心勃勃殺入美國紐約，諗住做國際品牌。點知咧，呢個決定咧令佢哋足足蝕咗18年啦。點解會輸得咁慘啊？第一係時機錯晒，佢哋入去嗰陣，美國啱啱爆瘋牛症，牛肉供應鏈亂晒龍。第二係成本計錯數，喺日本松屋牛肉飯淨係賣幾百日元一碗，但去到紐約人工貴、租金貴，一碗牛肉飯要賣成10至15美金一碗。美國人覺得10幾蚊美金食碗飯，我去食漢堡包唔好。第三係文化差異，日本人覺得牛肉飯係快餐，美國人唔認識牛肉飯呢種日式料理，佢哋覺得份量細，味道又淡，完全唔吸引。最慘係松屋一直唔肯止蝕，硬係覺得我係日本大品牌，俾啲心機一定會成功嘅。結果咧捱咗18年啊，去到2023年咧，終於頂唔順，松屋全線結業，撤出美國。估計咧蝕咗過百億日元。美國夢碎之後，松屋終於醒覺，與其去美國同漢堡包鬥，不如翻嚟亞洲做翻自己擅長嘅牛肉飯。當 Sukiya 2019年進軍香港時，好多香港人寫信問松屋會唔會嚟香港開分店。松屋咧亦好鄭重咁回覆，暫時未有計劃嚟香港。呢個回覆令到好多香港人好失望㗎。但係過咗幾年咧，尤其係疫情過後咧，松屋見到 Sukiya 喺香港非常成功，於是2024年咧，松屋終於嚟到香港。雖然香港已經有吉野家同 Sukiya競爭好大，但係松屋今次學精咗，佢哋定價好聰明，定價35蚊一碗牛飯，保持抵食嘅優勢。而且香港人本身就中意日本嘢，
唔使好似教美國人咁解釋咩係牛肉飯。加上佢哋嘅強項款式多，你想食牛肉又得，食漢堡扒定食又得，食咖喱又得，呢種總有一款啱你嘅策略，正正係吉野家比較弱嘅地方。咁啊，經過2年咧，香港松屋已經有4間分店嘅。雖然步伐慢咗啲，但係都貫徹松屋一直以嚟穩打穩紮嘅作風。而且咧，香港係少數有齊3大日式牛肉飯連鎖店嘅城市。你睇到而家間香港松屋咧，仍然係大排長龍啊！相信將來有4、5、6、7間，一啲都唔出奇嘅。今日松屋嘅故事就講到呢度。創辦人雅輯利夫由一間失敗嘅中華飯店，到發現淋醬汁牛肉飯嘅秘密，由拒絕吉野家嘅招聘，到美國業務拖足18年慘敗先至肯撤退。松屋嘅故事話俾我哋知，生意場上冇長勝將軍，最緊要係識得變通。唔知大家試過香港嘅松屋未呢？你覺得佢同吉野家、Skiya 相比，邊間最好食？我阿貓咧就好中意食松屋，尤其係佢嘅日式早餐，又飽又健康。不如你又留言話，我知你中意邊一間。下一集我諗大家都估到，我會講吉野家嘅故事。相比起松屋同 Skiya， 吉野家歷史長好多嘅，當中咧仲試過破產，又試過冇牛肉飯嘅重大危機，過程真係可以拍一套戲。下集咧就等我阿貓同大家講古仔。如果大家中意條片嘅，請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。貓貓研究所撳埋個鐘仔，我係阿貓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